喺呢段影片入邊，我哋會講解唔同類型嘅托兒提供者選擇托兒服務嘅技巧，以及其他需要考慮嘅事項。喺 Children's Council，我哋可以根據家庭符合嘅補貼類型，幫佢哋聯繫3種唔同類型嘅托兒服務提供者。每種托兒選項嘅環境、時間安排以及接受嘅補貼都唔一樣。第一個係托兒中心，托兒中心係完全持牌嘅，通常設喺學校或者係商業大樓入邊。中心可能會有1個或者多個教室，並能容納較多嘅兒童。中心一般提供固定嘅照顧時間，例如星期1到星期5上午8點到晏晝6點，但冇必要向每個中心確認具體嘅開放時間。第二個就係家庭式托兒，家庭式托兒同樣都係完全持牌嘅，在家庭式環境中提供小規模嘅托兒服務。因為照護嘅人數比較少，所以家庭式托兒通常可以提供更個性化嘅照顧，例如幫助小朋友訓練去廁所。家庭式托兒嘅時間安排都可以更加靈活，例如係清晨或者週末，但仍需要向各個家庭托兒者確認具體嘅時間。第三個係免牌照托兒提供者，免牌照托兒提供者通常係由家庭成員、朋友或者鄰居，由家長或者監護人自行選擇照顧兒童。家長或者監護人必須符合相關補貼資格，先可以選為 LEP， 而被選定嘅 LEP 都必須完成註冊同埋授權之後，先可以開始照顧。再說明一次，最重要嘅係要注意，家庭可以選擇邊一種托兒服務類型，係取決於佢哋符合邊一種補貼嘅資格。最好嘅做法就係向 Children's Council 嘅專員確認你所獲得嘅補貼類型，並且向每一間托兒提供者確認佢哋是否接受相同嘅補貼。以下係聯繫托兒服務機構嘅一啲提示：家長或監護人會使用 Children's Council 提供嘅托兒服務名單，先打電話俾名單上嘅托兒項目，告知自己嘅姓名、電話號碼同埋小朋友嘅年齡，並且說明你正在尋找托兒服務，與 Children's Council 合作。如果機構冇聽電話，請務必要留言。聯繫托兒服務機構後，請確認佢哋是否接受你所使用嘅補貼，是否有適合你孩子嘅名額，托兒時間是否符合你嘅需求，並告知你希望開始嘅日期。我哋建議家長多次安排參觀托兒中心，親自睇下環境，確保符合小朋友同埋家庭嘅需求。當你揾到一個有空位、接受你嘅補貼並且同意你開始日期嘅托兒服務機構後，請聯繫 Children's Council 資源與轉介專員，告知相關信息。請注意 ，Children's Council 係需要與托兒服務機構核實資料後，你嘅小朋友先可以正式開始托兒服務。家庭在成功與托兒服務提供者匹配後，還必須要完成入學登記嘅流程。以下係尋找托兒服務機構時需要考慮嘅一啲實用建議。首先，建議你參觀多間托兒服務機構，以便進行比較。請確認托兒服務機構是否接受你目前使用嘅兒童補貼。你可以使用加州社會服務部托兒服務查詢系統查睇機構嘅執照，以及是否有投訴嘅記錄。同時，你都可以考慮托兒服務機構嘅地點、營業時間、服務年齡層、教學語言及課程內容。另外，了解機構是否提供餐點、假日是否開放，同埋是否協助小朋友去廁所都非常之重要。總之嚟講，與托兒服務機構保持良好嘅溝通，多參觀比較，並確保所有選擇機構符合你家庭嘅托兒需求同埋偏好，係非常之關鍵㗎。如果需要了解更多信息，請透過電話、電子郵件或者親自聯繫我哋嘅資源以及推薦專家。